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3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以赛亚书第51章第1节到第3节，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看顾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人生的道路上面，年轻人是非常容易就走岔了路，因为他们的思想或许是还不够成熟的，也可能因为他们的个性还不是很稳定的。或许他们比较容易受到影响，也或许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常常找不到正确的人之影响，而受到了负面的影响。在美国的汽车保险，18岁以下的这些青年，通常都是成人的，高达成人的2倍至3倍之多。因为根据这个交通的统计，这样年纪的人，他们的稳定性是不足的，出车祸的比例远远高于成人。相同的，美国也限制21岁以下的青年不能够喝酒，不能够抽烟。这个原因是他们很容易受到不好的影响，有错误的想法。那我们就从这样要来思考了，年轻人呢，我们呢，到底要寻求怎么样的帮助？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，才不会让我们受到负面的影响呢？谁能够看顾我们呢？在美国，以法律的制度来保护看顾年轻人。那基督徒呢？我们要从哪里来寻求帮助跟看顾呢？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，上主说：希望蒙救援、寻求我帮助的人哪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想一想你们的源头，想一想你们的背景，想一想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，想一想生育你们的撒拉。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儿子，但我赐福给他，使他有了无数的子孙。我要对耶路撒冷施怜悯，要安慰住在那废墟上的人。我要使荒芜的土地像伊甸园，我要使废墟成为上主的花园。那里必有喜乐，有欢欣，有赞美，感谢的歌声。对于被掳需要救助的以色列人而言，以赛亚的这一番话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关于上帝的应许，如同上帝赐福给没有子嗣的亚伯拉罕有盼望一样，让他在绝望当中，因为上帝应许的保守看顾而得到满满的赐福。在绝望当中有盼望，是上帝赐给人们的盼望，并且借着上帝的看顾而能够得恩蒙福。我们必须抱持着坚定的信心来祈求上帝的保守
看顾，让我们在遇见困境的当中有盼望，在绝望当中有盼望。如同诗篇121篇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我举目观望群山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上主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不会让你跌倒，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。看哪，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他既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上主要保护你，他在你身边庇护你。白天太阳不伤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，他要保守你的生命，你进你出，上主都要保护你，从现时直到永远。上帝是我们在患难当中的靠山，是我们无助当中的看顾，是我们在困顿中的帮助。除了他，我们还能求谁呢？彼得在使徒行传第4章的经文当中这样说道：关于这一位耶稣，圣经说过，你们的泥水匠所丢弃的这样石头，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拯救只从他而来，因为天下人间，上帝并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，使我们借着他得救。如同耶稣基督以牧羊人来比喻上帝一样，上帝对人的慈爱如同牧羊人对羊群的照顾，看顾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使他们不但有日用的饮食，更领导看顾人免于受灾害。保罗为他的学生信仰上的孩子提摩太祝福还有勉励。他提到了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在信仰上对他的影响。他也提到如何为提摩太按手祷告，求上帝亲自成为提摩太的赐福，并且看顾他。保罗说：我感谢上帝，就是我与祖先一样，用清白的良心所敬拜的那一位上帝。我日夜祷告中怀念着你，一想起你惜别时所流的眼泪，我就急忙的想要见到你。见到你，我就会满心的快乐。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，就是你外祖母罗奇和你的母亲友尼基所有的那一种信心。我相信他们的信心也在你心里了。所以我提醒你，那在我为你按手时，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，你要使它像火一样燃烧不息。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，不使我们胆怯，相反地，他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、爱心和自制。上帝所赐的圣灵使我们不必胆怯，并且因为上帝的看顾而得到力量的充满，满有爱心以及自制的能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感谢上帝成为我们的依靠，让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来举头仰望。
得到你的看顾保守，在我们失望看不到前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仰望你，依靠你，得到你的帮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